伫个县市合并新加在当来，未少的议员认为，溪北加大北门地区欠缺大型的建设。议员彭一峰上午的市政总质询，首先为嘉义7个地区来争取盐分地带的文化中心。议员以7个大寮公墓的迁葬计划，希望调向盐分地带博物馆，或者是志洪反腐的步道运动公园来规划。宗旨呢，配合咱边仔了有一个抽水站，彻底来解决咱这个庄头饮水的问题。另外呢，前一阵仔前几工一直感觉有咱的议会同仁呢，讲咱市长咱吴市长对着咱溪北地区，包括着咱这个大北门区拢完全无建设。另外，迄个遐嘛会当来做一个咱未来呢盐分地带的这个文化中心，当这是未来会当互咱做市长呢做一个这重大的政绩啦，对了北门区啦应该一个回馈，因为选举的时阵一直咧讲伫北门区的主题。那么另外呢，伊北边会当呢结合7股这个盐山咱北门这样卡这个看夕阳以色列盐分地带的什么特色景点，做一个打卡热点这将来以后是咱市长一个重大的这个政绩啦。对此，市府民政局回应，目前迁葬的工程由区公所来办理，预计今年底就用来完成。至于大北门欠缺大型的建设，市长嘛回应，目前有几项案拢在进行中，甚至工程拢是上亿的经费。你头仔看的大寮公墓，还是讲其他的候选的位置咱要建立一个，咱要设置这个盐分地带文化中心。第三，咱嘉义即摆现主是有一个6里活动中心，咱即摆现主是搁要规划第2活动中心。第四，咱即摆有一个台湾的极西点的灯塔，咱即摆未来嘛希望讲，真正是地理位置最西边的本岛里面最西边的所在，咱要把迄个所在规划善行盐田迄边遐，会当另辟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景点。第五，咱伫学甲的外环道路，咱搁要用一个地面的交通建设，要甲外环道路来做较完善。这拢是上亿以上的工程。另外，伫个县市合并后，邻里的诊病，原本市府讲会用个节省上亿的经费，毋过诊病以后，邻里长的业务嘛对咧增加。对此，议员呼吁，希望会用个提升邻长的慰劳金，由原先的1担5000块，改为每个月500，总共嘛才增加1000。对此，市府回应，会来看财源来演练办法。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